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湾府城隍庙，为着要来保存台南府城特有的百年木雕的工艺，特别来开设着假日木雕的体验班，多参日本的朋友嘛来报名上课。 台湾府城隍庙为了保留台南的百年木雕工艺，第8个礼拜开办木雕初级的体验班，上课费用拢是标得出，邀请到台南美典传统首长的工艺师刘进文来教，5万为传统工艺传承尽一份心力。 要互来参与的人有一个作品的，主要是要体验的，这个简单又一流的一个体验的活动。伫咧即摆报名参加的学员内底，有一个是住伫咧台湾10多年阿本哈，伊嘛来学体验百年加当立石榴传统的工法机器。对我很喜欢那个学习传统的事。台南府城隍庙讲，每一期教学的作品拢以简单无复杂的技巧来练习体验为原则，互较侪爱工艺的朋友有机会当接触体验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